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想和大家宣布一件事情，我要当妈妈了。在这之前呢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我们的爱情旅程。我和我老公初次见面是在2017年我的个人品牌 Banjalega 的发布会上，当时我对他的了解也仅仅是在音乐上，但缘分真的很奇妙。我每次开车，车里都会放他的音乐，包括旅行。也许是上天安排吧，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发布会。发布会的主题曲依然用的是他的音乐，我也邀请了他。对，今天很高兴能够参加我们的好朋友雍措的班扎勒嘎，但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来。后来我看到座位席上有他的身影，很开心。正是因为这场发布会，我们联系紧密了起来。我们聊了很多，他给我讲了他对音乐的热爱和理解，我能感受到他的一腔热血和能量。他说他要把藏族音乐带到更高更远的舞台，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藏族音乐。虽然我们所处领域不同，但我能感知他的想法。就像我设计的藏装，我也一直想让更多的人喜欢并了解，想用同样的方式去传承。在这之后呢，他回到了北京继续深造学习音乐，我呢继续留在了成都创业。正是因为那次的见面，我们给彼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后来我们也关注着彼此的动态。有一次他来到成都，当天晚上约了我出来玩，我觉得一个女孩子大晚上出去不安全，直接就拒绝了她。第二天我想着前一天的拒绝会不会不太礼貌，就给他发了消息，但迎来的却是一个红色感叹号，他把我删了。我很生气的给他打电话，把他骂了一顿，他也没有做过多的解释，就回了北京。也是后来我才知道，那天晚上是他演艺生涯重要节点，他要跟北京的一家经纪公司签约，想邀请我一起去见证，因为他说当时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我。因为这件事儿，我一直很愧疚。巴雅在北京发展的那段时间，我们也会彼此问候关心，也会聊一些工作上的事情。后来他跟我说他要登上歌手的舞台时，真的觉得他一路走来很不容易。因为之前他跟我讲过他北漂的故事，在演艺路上有太多挫折，现在能在歌手这么大的舞台上发光发热，我是发自内心的替他开心，也希望他能越来越好。再后来，巴雅选择回到成都发展，他约我出来，但因为当天工作实在太忙，他等了我7个小时，我真的没想到他会等我这么久。那天我们聊了非常多，像是见到很多年没有见到的知己，非常开心。但在这个时候，我们都没有迈出第一步，因为当时我觉得有种朋友之上恋人未满的感觉。过了几天，我因为在拉萨有一个大型专场需要完成，就离开了成都。在专场举行当天，他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，说来为我助力，让我又惊讶又感动。因为他在前一天忙完工作已经很晚了，到了拉萨已经是凌晨1点。在这之后的那段时间里，我事业上投资失败，陷入低谷，心情非常低落。在大家眼里，我是一个女强人，不会把任何痛处和别人说，我也不会去说。但我不知道为何在巴雅面前，我全部倾诉了出来。他了解情况后，也帮我主动处理工作上的不开心，开导我，让我慢慢解开了这一心结，陪我走出低谷。也是他的细心和责任心吸引了我。我觉得爱一个人不是用言语可以表达的，是发自内心的。后来他和我表白，我们也正式在一起了。和他在一起的日子里，他给了我很多惊喜。记得有一次和他的摄影朋友一起吃饭，他开玩笑的和他朋友说，这次来拉萨是要和我拍结婚照。他的朋友当真了。第二天我俩逛街的时候打来电话问我们怎么还没有来，化妆师和造型师都到位了。我当时就觉得这个玩笑开大了，但巴雅说没事儿，拉着我就走了。我嘴上说着算了，内心却有种感觉牵引着我。我们就这样拍了一组很有意义的照片。后来他挑选了一家餐厅，做了精心的布置，还邀请了我们的共同好友，骗我说是朋友聚会。到了现场，我看到满屋的鲜花，有些意外。然后他就向我求婚，那是我人生很难忘的一天，也收到了朋友们的祝福。在鲜花和哈达的簇拥下，我找到了最好的归宿。后来我们双方家人见面，在亲朋好友的见证下，我们订婚了。我们官宣结婚后，收到了很多祝福，也有人质疑，你嫁给了一个艺人，你有安全感吗？你们会长久吗？但是我想说，每个人的经历不同，我们也不会因为别人的话来左右我们的人生。没有谁能预判未来，但我们不悲观看待未来，
婚姻最好的相处方式就是多一些包容、理解和珍惜，努力的去做到最好，并且我也相信我们会越来越好。现在我们的小幸运出现了，我们也升级为爸爸妈妈这个伟大的角色，这是一个新的身份，很美好也很沉重。我们从相识、相知到相爱，再到今日的相守，我们也准备好了迎接新的身份。老公，未来的路请多指教。